晨啊各位，起身就去食咗個 brunch， 呢度嘅餐廳嘅菜感覺都比較單一，但味道都唔錯啊。跟住就去咗隔離雷吉斯坦廣場，呢度由3座面向廣場嘅學院所環繞，古時候係帝國宣傳同公共活動核心。烏魯伯克神學院呢一座係呢度最早建築嘅學院，由帖木兒之孫著名天文學家同埋學者烏魯格別克主持建造，裝飾以星辰圖案為主，象徵知識同埋學術。學校包括咗教室、宿舍、清真寺等等，係當時重要嘅學術中心。上到去2樓嘅通道非常之窄啊，喺2樓睇到嘅景色都好靚啊。帖利亞可利神學院呢一座學院，同時作為神學院同清真寺，其內部裝飾華麗，係成個廣場中最為華麗嘅一座。要同大家隆重介紹係入邊嘅提拉卡里清真寺，外牆裝飾以藍色瓷磚同埋幾何圖案為主，內部使用咗大量嘅金箔裝飾，金碧輝煌，極其華麗啊。聖爾多爾神學院呢一座學院最具特色嘅係正門拱門上面老虎撲鹿同埋人面喐翼嘅圖案，打破伊斯蘭不描繪生物嘅慣例，象徵力量同埋繁榮。吉斯坦廣場建築群象徵咗撒馬爾罕作為絲綢之路上嘅文化交匯點，吸納咗波斯、突厥、蒙古等多種文化影響，並將其融合。每一座學院入邊都有好多嘅小店賣衫同埋紀念品，完完全全就係一個旅遊區。行完一圈出嚟到4點半啦，跟住就去咗附近嘅帖木兒墓。帖木兒係14世紀後期嘅中亞崛起征服者同埋帝國嘅締造者，呢度就冇特別買飛入去睇啦，喺出邊影咗相，然後去埋魯哈巴特陵墓同埋佢入邊嘅小市集行下。值得一提嘅係喺帖木兒墓隔離有一間郵局，本身我哋只係諗住入去買郵票，但發現佢仲可以兌錢，匯率都算唔錯。行咗一陣之後就去咗食嘢啦，呢間餐廳好多節目啊，又唱歌又拉小提琴。食完飯就行返去啦，又經過雷吉斯坦廣場見到燈光 show 啦。晚安啦各位，聽日見。